總價282萬，可以住別墅，點解要住平層啊？喺距離拱北口岸15分鐘，珠海華發商都板塊擁有一套咁靚嘅別墅啊！前花園足足都有30個平方，可以見到我哋上下4層有地下室嘅嚇，仲贈送2個產權車位啊！單邊位咧就係後花園都有60個平方嘅花園。所以前後花園加埋總共嘅面積有70到100個平方咁大嚇，咁即買就即拎包入住噶啦。小區周邊嘅商圈有三號會員店、華發商都，配套咧一應俱全嘅。前花園呢度都有30個平方啦，可以見到獨門獨戶嘅聯排別墅，十分之靚。咁我哋小區自帶有標準嘅游泳池啊，仲有業主會所、健身房都有齊晒㗎啦，總價282萬上車。